钱，唔通等到手要尽，风不愿止。看人手抱海里，想起爸母时，总是听阮写阮免伤心自悲。就算半碗烧汤，嘛温暖咱心意。我是柯明杰、许明杰。翁立友上水的伴，郭庭云爱若走味，还佫有2024年蔡佳玲上新的专辑《天公的保庇》，迄拢是我的作品。若对我的创作有兴趣的人，请您锁定心所爱歌。那个哆西拉咪发附点知道吗？爱的这个叫做。啊，伊是讲伊细汉的时阵嘛是点点啊，啊，毋过我那性地我无好啦，我真歹的，因哥哥若互欺负，转来伊拢要去找迄个拍因哥哥迄个啦。伊虽然讲伊性地无好，但是伊真正讲的，这个囡仔我会学落的，就是伊真友好。伊吼对我有当时啊，若咧歹歹的安尼哦，啊，就看我咧无欢喜，伊就你受起来哦，啊，是的啦，我拄则讲话吼较大声，拢会安尼啦。啊，一摆吼，伊起毛摆哦，甲我发相地，哦，我迄阵嘛起了讲啊，我嘛讲吼，安尼好，到遮啦，我要恁哥遐，我毋爱带你食啦，安尼，到尾怎带因囝，带因囝讲，阿妈你受气啊，紧嘞，怎带因囝拢甲我跪咧，安尼，这步就最有效啊。啊，伊是喙较袂有当时会较歹吼，安尼，结果伊真正讲的，真正有迄个心，对这老母吼真好，真友好。这点我都已经吼，我遮来我就感觉我足满足啊。敏姐，妈妈讲的话你都爱记哩哦，脾气爱小可改一下，啊，对太太爱较好咧，讲话爱较温柔咧。啊，唔通卡袂着着安尼歹性地。我知影你做，你若咧唱歌，拢会唱到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唱到头壳嘛会疼，啊脾气有当时会硬起来。毋过咧，咱嘛是爱好好啊，好啊来经营咱的家庭。所以咧，对太太讲话吼，爱较温顺咧，吼。啊，伫遮咧，妈妈啊要甲你讲，你真友好，这点妈妈足感恩呢，吼好啊，那家己的身体都爱顾啊，唔通安尼做歌做去，拢爱做到3更半暝啊，才要困。啊，有当时嘛是爱休困一下啊，要做才阁继续。心肝，面对海大石头烂，不惊未来风雨有偌大，甘愿将你惜命命。管伊天地有偌宽，这条前路我歹行，我嘛不愿看着你伤心孤单。就算爱你是一种有机的心团，我也甘愿为着你前途挂心肝。就算疼你是一种无限的折磨，我也甘愿忍受亡灵苦寒。
用心的未来，一杯幸福满满。你是我今生来世上水的伴。听你心肝，面对海大石头烂，不惊未来风雨有偌大，同款将你惜命命。愿意天地有偌宽，这条前路我歹行，我嘛不愿看着你伤心孤单。就算爱你是一种无期的心肝，我也甘愿为着你前途挂心肝。就算听你是一种无限的折磨，我也甘愿忍受风眠雨寒。用心的未来，一杯幸福满满。你是我今生来世上水的伴。就算爱你是一种无期的心肝，我也甘愿为着你前途挂心肝。就算听你是一种无限的折磨，我也甘愿忍受风眠雨寒。用心的未来，一杯幸福满满。你是我今生来世上水的伴。名作词作曲家，嘛是国政啊，家己的兄哥，苦命结合书。老师欢迎。你好，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上水的伴这条歌，会用讲即马已经几落千万摆的点播。当时接到这条歌的歌词，你是什么款的心情？嘛无什么心情。假是好玩就对啊。哎呀，因为迄阵都有咧甲校姊啦吼。应该是有合作的时阵，这个写词的老师或者徐文琪、柯文琪，阮咧熟识吼，你应该迄个年代你有拄着，什物奇摩聊天室有无吼？伫遐熟识，我毋知我毋捌看过伊，就熟识了咧讲写歌的代志。我迄伊敢若有写一条歌，迄阮厝咧看8点档时阵有用伊做片头曲，或者问花还是问啥物啊？结果知影讲有即个人，真正有即个人，毋是诈骗的就对啊吼。熟识了伊怎讲无咱合作看卖？我讲好啊。写了的时阵，去寄去互因公司，因公司就要滴嘛。要滴了的时阵，结果开始有陆续佫有合作几条歌。有一届讲伊来找我，伊住台南，迄阵阮住伫咧永和。安尼啊有诶。迄届伊来的时阵，阮兜去住4楼，伊去驶一台自家用的，伊迄是电动轮椅的有无？为台北车头我伊也载安尼，看着讲100多公斤。伊来阮兜的时阵，我为1楼甲按到4楼，你知无？嫌叫第4，你知无？伊阵开始就搁转来唱片公司写歌啦，等于是安尼啦，系啊。敢若
你啊时阵佫合作3、4条，结果真可惜啊，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较无共咱一般人共款哦，所以吼，听讲伫个面搭食饭食的，然后啉2杯了，啊，就再见啦。啊，迄阵啊，伊个别时阵，我哪有去送伊最后一程啦。啊，即马有当时我哪会想到时阵，佫会真想念伊啦。嘛算讲伊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真重要的贵人啊。若无拄到伊，我可能无怎无搁做音乐嘛，无一定安尼。你无做音乐的中间，我所在有去广播电台去做节目部的经理的。我入去迄个时期吼，咱的唱片真歹做，尤其台语歌佫愈歹做。迄阵你看我咧讲有迄个奇摩聊天室时阵，迄阵网络拢是 MP3 啊，对无？大家下载就好啊，啥物去听，人去爱买 CD， 所以迄阵已经无所谓的迄个 CD 的聆听市场啊吼，因为迄是较早会用换钱的物件嘛，啊，迄阵已经无啊，所以我迄阵咧想的是，阮伫本土的唱片公司内底，你莫讲本土的唱片公司，你国际唱片公司也足歹做的啊，迄阵就先去处理迄阵啊，抑搁咧哪做时阵，就去经营一个迄个小面店啊，吼，迄阵的时阵了，结果想讲，那安尼嘛袂使，啊，拄咱本来就学音乐啊嘛，甲录音啦吼，而且我成音这个物件都讲毋是介青分，啊，若朋友介绍了，怎样去迄个广播电台，啊，就为成音开始做，啊，慢慢就做甲啊，人就我若甲咱听笑啦，啊，就做甲节目部的经理。咱两个就伫遐熟悉啊。对啦，对啦。迄个时阵我看你吼，舞甲无眠无真的。迄个时阵电台除了你以外，台长、周伟杰，佮有大练的，大家拢咧写歌，有一种好的竞争，嘛有一种好的气氛。敢若讲我投稿，你投稿，甚至讲参加原创流行音乐的比赛，拢伫迄几年发生嘛。啊，就是你若讲到迄个比赛，我是嘛是为迄阵啊去电台内底熟悉一个王俊杰，伊有来过袂？有，伊嘛来过啊。对。迄嘛金曲的歌王的哦，啊伊是伊先去比的，啊伊比的时候，我才讲有即个比赛，啊我才连续比几年啊。第一年比的时阵就摕到袂歹成绩啦，一条歌摕到嘉奖嘛吼，啊一条歌有摕同真心美合作有摕到第3名。啊，你后过来就拢有入围啊、嘉奖安尼啊，到尾人喺评审咧讲，哦，啊，你逐年拢看到你，我互我摕一个，因为伊讲前3名就过顶年袂当报嘛。我你互我摕一个头一名的，当时我就歪报安尼啦。欺骗，一世人拢歪报，莫讲前3。啊，甲我感觉就是迄个105年有一条冤枉大人，啊，迄条去互我摕到首奖啦，啊，我就开始就拢无写啦，系啊。冤枉啊！大人这条歌甲一般的台语歌关心的主题无啥共，因为公办的比赛毋是真正要甲听流行歌尔，你听，伊当然需要你的内容来底，尤其是会足重视伊的歌词，因为伊是用语言来分的嘛。啊，所以咱当然嘛想讲，你若会当用迄个较正统的，啊，而且咧你写的物件是言之有物的，是有内容的。啊，伊咱嘛其实是找无题材头好写。要比赛截稿的前几工，去看网络的新闻，才看到迄个德北为着迄个都更，因的残花迄个去用强制征收，因的田啦。讲有这个阿兄伯啦，哦，啊伊讲因定定迄个要都更的时候会甲政府开会嘛，啊伊讲伊开会就真正摕领导的门牌啦，去现场要抗议安尼啦。安怎甲即个故事写落安尼？啊，内底是藏足侪迄个较咱定定咧讲的是寡俗语啦，日起来话迄种啦。啊，拄迄届的评审敢若是武雄老师，啊拄嘛较早是伊听笑啦，伊看会起安尼啦。啊，迄届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，啊，就了我就无过去比啊，系啊。欺骗。无啦，毋是啊，迄机会爱留互一寡迄个啥，较因为吼要写这个比赛吼，互伊愈少年愈好，咱这个语言毋才会通会开。
当时，你讲我是你的天，是你陪我行过世事。犹原会记迄一暝，无意中迄张相片，咱的爱情已经加一个伊。经过几多年，犹原流着刺痛的空嘴。当初你的誓言，如今随风吹。真心予你出卖，最后伤甲彻底。不敢放开你的手，嘛着放你自由飞。敢是痴心的人注定情关难过。当时，你讲我是你的天，是你陪我行过世事。犹原会记迄一暝，无意中迄张相片，咱的爱情已经加一个伊。经过几多年，犹原流着刺痛的空嘴。当初你的誓言，如今随风吹。真心予你出卖，最后伤甲彻底。不敢放开你的手，嘛着放。自由飞，敢是痴心的人注定情关难过。当初你的誓言，如今随风吹。真心予你出卖，最后伤。不敢放开你的手，嘛着放你自由飞。敢是痴心的人注定情关难过。拄仔听到民国兄妈妈咧讲，真有效啦。是讲少年的时阵，互伊烦恼的代志，敢若原来袂少。其实我自细汉时阵是较受阮妈妈即方的保护是较济啦。哦，毋管是阮外妈、阮外公迄边，啊，甲妈妈是较亲。啊，其实阮老爸母甲阮老母，阮自细汉囡仔时阵，阮拢阿公阿嬷带大汉的。啊，因拢嘛伫外口咧做生意，啊，久久啊转来一届。啊，其实会做音到这方面嘛，足有相关的啦。安怎讲？因为阮妈妈是较早伫咧人咧歌厅咧唱歌，伊无甲你讲哦。啊，阮爸爸是人咧讲歌厅的乐师啦，嘿啊。啊，阮妈去互伊怪去，啊了才生阮阿兄生我，啊因才结婚啦，啊因才无继续行这道。
但是因较早伫外口咧做生意，人咧讲做网络啊，迄无，嘛是爱伊嘛是琴拖咧。较早自动搬头琴，就爱伫遐弹琴啊。阮老母伫遐唱歌，啊，哭花就是讲去招揽有过路客来看，是讲迄庄仔来看，啊，伊才来画玲珑，也是要卖啥物物件安尼，对啊。其实阮是人咧讲有种啦，哎啊，就是有传到这个啊。但是阮老爸其实是足反对阮去学音乐。我高中的时阵去参加迄个奔达迪迄种迄个国号乐队，伊就叫我袂使去。伊讲你有迄个过敏的体质，你迄个气管无好，你去奔小喇叭的时阵，迄对你健康有影响，不爱我去。其实伊是不爱互我去捌音乐啦。阮内公这边拢咧听迄个编剧啊，京戏迄无花戏啊，下晡就开始听。啊，因为伊一个台湾人，伊也袂晓讲华语，伊要听迄我嘛真奇怪。但是迄个戏剧就是有音乐性嘛，吼。啊，迄阵啊，阮外公伊是听迄个啊，听一寡日本歌改的迄种流行歌，像迄青山啦，吼，泪的小雨啦，还有啥物苹果花迄种的。啊，我自己也是听迄个。啊，因为因咧听咱对因听嘛，对无？啊，迄阵啊，甲国校的时阵。一透早要啥物升旗，就爱唱中华民国颂舞，有无？哦，迄阵讲真个，我足爱听迄个。迄甲我吼习惯性的音乐，我听的物件会较有民族性一撮。你讲伊个演歌嘛，哦，啊你讲咱的感觉咱的迄个，伊听戏剧的内底嘛有家己的风格伫遮嘛。但是伊听迄阵我听袂落，伊伫甲听民歌时代遐个歌，哦，我嘛足痛苦。喜欢的歌没几首。但是特别对迄种，像迄我记的时阵，有无迄个《红彩妹妹》这条歌，我就感觉最好听。儿歌哦，迄种我是当儿歌来听，对无？因为迄内底有一寡较特别的旋律的迄个走向，因为伊有迄个新疆迄边的迄种的色彩伫内底，啊，就感觉迄种歌较好听。啊，迄种我就头国校啊，然后5、6年遐，啊，就拢咧听流行歌，啊，听高中就改听西洋的。迄阵就已经带调，就是咩讲，注定讲就爱行这条路啊。迄阵心内就足介意嘛。啊，但是阮也无去受到迄种较专业的音乐的训练。啊，你讲我会互伊超凡无？其实我算足独立的啦。我高中的时阵，我就去读建教合作，啊，半工半读。啊，我是因为安尼才有迄个能力，因为安怎讲，我无甲厝里摕迄个。摕所费嘛，吼啊，迄个读册学费嘛，家己出啦，啊，佫会当趁一寡钱。虽然讲无等于贴补家用啦，吼，但是迄阵有淡薄仔时阵，会当开始有做家己兴趣。我是迄阵开始才去买第一台电子琴，啊，才开始去找迄老师来学，啊，捌一寡较浅的乐理，就开始创作啊，都不爱读册嘛，啊，而且读的迄个课，迄是为着讲啊，就莫互家庭负担啦。啊，怎啊？等甲迄个，咱都毕业了，要找头路啊！你爱加入社会啊！啊，毋知要创啥。结果，算讲我若有亲戚朋友斗相共，拄好一个医场啦，讲我有一个阿舅伫台中咧开酒店，8大行业。啊，迄阵仔酒店吼，毋是有拢，即摆拢是卡拉 OK 式的嘛。迄阵无，迄阵就干那有放音乐的 DJ， 爱互跳舞的。啊，甲啥？甲请现场的 live band， 啊，拢请啥？拢请菲律宾的，拢外国的，啊，拢足厉害哦，系啊。啊，去迄个场所内底，啊，因为咱爱音乐嘛，一些嘛较印好。迄阵仔去才想迄一个月万外箍尔吧，但是咱就讲当做去学物件，对无？哦，啊去拄到一个老师先甲咱教讲要安怎接歌。哦，迄种各用就是像咱头前迄唱盘迄种诶，无像即摆拢用电子诶，用电脑算诶。啊，就爱甲咱对拍子，啊歌爱去找接点，啊安怎接才会水。啊，就开始会去注意着讲音响系统。哦，虽然我无甲录音室迄种，但是迄个概念已经有啊嘛。哦，啊你后时阵开始即个去找老师，找阮中部诶老师，有一个叫做杨子清诶，伊嘛捌去美国。啊，伊嘛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，啊，伊甲我开始佫教一寡阮咧做电脑音乐的观念，啊，录音，哦，啊，这迄阵其实伫台中学这拢无效，因为来讲，我也无开始从事这，但是学起来等，
总是有好无歹吧。了，想讲哦，要30岁啊咧，啊，搁伫遐咧摇卡庄，伫遐台 DJ 台，伫遐咧放唱片，啊，这个人放一世人哦。啊，咱迄阵就想讲，啊，无来转型，啊，搁拄到一个，嘛是伊个家己的，算讲较远的亲情，像开唱片公司，啊，叫人甲拜托，啊，先摕咱的 demo 听。其实迄阵 demo 还搁266啦，啊，迄阵我是29岁，啊，我嘛搁拄着另外一个贵人蔡鸿勋蔡老师，伊嘛捌来伊嘛来过，我过，就知嘿啊，哦，啊，伊吼，知影讲，偏偏伊就伫台中上过班，啊，我台中起来，啊，变做伊对我吼就是知无不言啦，你若会晓，伊拢甲我讲啦，啊，拄好咱嘛听有够遐的时阵，佮甲伊讲有落来，吼，啊，了的时阵。佮加学足侪伫咧音乐上制作啦，吼，也是写歌一寡美角啦，吼。啊，你遐时阵，其实我去的时阵就像你讲，我是甲家己讲，我已经29岁啊，啊无少年啊。我讲哦，我若真正到30岁混不出个名堂，那爱佮学师啊就对啊，我就包括款要转去啊啦，吼，啊就公司也互咱机会啦，啊就开始就真正开始伫30岁迄阵啊就开始做上，做迄阵有一出。大陆剧或者橘子红了，唱片公司爱做主题曲互伊，但是咧，迄阵要做主题曲互伊时阵咧，唔知影剩的歌要为倒来，因为专辑嘛要摕去卖嘛，啊就我就甲公司讲，好啊无你教吼，咱迄阵代理的一寡迄种 New Age 的音乐，啊就甲伊做一个包装就对啊，迄阵是蔡琴唱的，迄阵啊开始的时阵，为迄阵伊合作的老师是哦嘛是。大师的包比达，系啊，啊了，伊开始种公司才讲啊，你有迄个能力，偏好来时阵，才开始做罗时丰啊，啊嘛有做过蔡琴啊，安尼啦。罗时丰迄个唱歌的人内底，我知影你原来有写一条《阮的感情书》。哦，迄嘛是 Q 到的啦，安怎讲？因为 Q 足侪歌的时阵嘛，唔知要唱啥，啊迄阵啊吼，都开始已经开始会晓啊吼，那讲啊无咱写看卖。啊，写的时阵，头家听着甲迄个啥，大牛哥我有教伊。啊，迄阵迄块专辑吼，阮迄间唱片公司为着这异军突起，因为做甲人无共款的对。伊拢去做，因为迄个头家最爱听迄个发烧片，伊足注重迄个录音的品质，哇，甲迄个什么音响环境啊吼。啊，伊就讲伊要做一块国语的发烧片，吼，迄阵就是伫遐练功夫练到吼。身体嘛，伫遐拍去，有只骨拢骨会疼哦。因为安那你知，一工吼工作头10几点钟，啊，拢伫录音室内底，也要去录音，也要收音准，啊，也着爱去调混音，啊，但是安尼有练着功夫啦。情绪飘浪滚滚的风景，风花又雪地，转啊转袂当平静。小小的路向，亲像啥人的心情，滚滚暖暖一顶塔，一顶大水里我经历，风流伊干你情，现出我的风采对你来表明。
星星飘浪滚滚的风尘，风花又散过，转啊转袂当平静。心上的路向，亲像啥人的心情，温温暖暖一顶头一顶。打做你，我敬你，风流你甘你情，献出我的风采对你来飘飘。水啊水，浪分袂清。远走拍倒情的人，甘爱遐残忍轻花，最后一暝，希望会当有你疼惜的眼神。水啊水，浪分袂清。远走拍倒情的人，甘爱遐残忍轻花，最后一暝，希望会当有你疼惜的眼神。老师，你当阵刚开始捌音乐的时阵，敢有特别家己设定讲，我要写华语的，还是写台语的？对倒一个时阵开始讲，我台语的都要加写歌，对台语的开始产生较大的兴趣。迄阵啊，当然嘛会先想讲要写华语歌，啊，但是都有啊。其实我发表内底嘛有华语歌的作品啦，吼，虽然较少。你像迄个蔡琴有伊迄条继续的专辑内底，伊准备做另外一张，迄是我参阿迪亚合作的，阮两个共同制作的一块专辑。啊，内底有一条歌词，就是写华语歌词啊。迄条歌号做《绿洲》，吼对。啊，迄阵可能是我第一条发表的作品啦，系啦。隔壁阮做潘越的时候，嘛有写华语歌，嘛有写啊，系啊。啊，你讲罗时丰伊迄块唱歌的人哦，伊是双 CD， 伊是一块国语的老歌、华语的老歌，啊一块是台语歌，啊内底敢若有两三条新歌，是为着要交版权的，你听吼，系啊，啊咱有机会就写啊，啊迄阵其实嘛我无要写台语词，啊我毋知讲我真正会晓写台语词，是为无到新声开始。你即摆写的词拢真讲究啊！个后才知影讲哦，阿公阿嬷教咱的语言，啊，其实对咱是生活上有帮助啊。啊，你来摕出来用啊，对毋对？哦，啊，就开始有咧下一寡心思伫顶啊，安尼啦，系啊。像讲你即摆写吼，怡婷啊，今仔日是庭云来演唱《轻火》最后一面啊，迄嘛足感动人，敢若摕到歌名，你就会好奇，会讲这咧讲什么故事？你伫咧贴歌词、咧写歌词时阵，拢真用心。其实迄是安怎讲，因为设定迄阵讲要唱一寡会用跳高节舞的歌，吼。啊，高节舞讲这就是较风尘嘛，吼。啊，就用这个画面啊来设定讲一个风尘女子，吼。甲伊的迄个人咧讲的迄种露水姻缘，啊，就敢若一蕊轻花咧。啊，伊嘛知影讲，都欢喜一时了，你可能就随风放袂记啊，还是讲你就无结果啊？啊，但是你心甘情愿，咱用这个角度来写安尼啦。就你无感觉迄条曲足日本味的吗？系啊，啊我爱有一个范本嘛，倒一条范本你敢知？哈，粉红色的腰带，嘿，小调。然后速度差不多，内底有足侪16分音符的，就是较捌的迄种拍子，吼。啊，粉红色腰带，我囡仔印象内底是，伊是日本歌，啊，但是伊的角色的设定就是讲，伊是一个真飘撇的女子嘛，吼。啊，我甲
斗安尼啦，啊，才会写这条歌安尼啦。现主时市场内底，原来有真侪只用过去的作品当作参考的新歌。啊，这有当中啊，一个介绍，咱若把了无好，人就讲啊，你敢若偶像的，啊，你安尼看待这种现象？你讲要做完全的原创的物件，这可遇不可求。你若讲故意，迄是故意；你若讲无故意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你像讲足侪歌听还要讲的时阵，迄是因为伊一定有一个印象内底听过迄个旋律，啊，伊无注意的时候，伊搁摕来用，你听，音嘛才讲哆来咪啊嗦拉西尔，是毋是？啊，搁来和弦会进行。那你写歌的时阵，是去写曲的时阵，你一定要考虑到，有你会晓用和弦的进行来写歌，是一种是一种较简单的方式。和弦带你来行旋律，啊，你和弦进行内底一定嘛是较用嘛用迄个哆啦咪嗦，迄嘛足侪人用的，你嘛有可能讲拢袂去拄着。因为迄个和弦配法较会红啊。无够古早时代国语唱片、华语唱片嘛是拢安尼，因为安怎讲，一定有参考的啦。即摆国外内底向上红、马丹啊向上红，啊伊啥物歌红，你的编曲你就是做迄个方向，做迄个速度。所以虽然讲歌无完全抄伊啦，对毋对？但是因为伊就是要行伫迄个啥时代感嘛，爱怎伊的编曲有当时会开有时会活，但是你若讲旋律内底若讲有迄个较雷同的，迄有当时有可能毋是故意的，吼，嘛无人敢若讲真正讲人要写歌就真讲真正讲摕来扩快了，讲摕迄个卖人，啊你即个代志无法度一直做，对毋对？啊，但是你若讲参考一条歌，你讲哦。这条歌是迄个，伊讲伊要唱吐鲁多，啊吐鲁多，你一定是去到找范本来听。日本的、韩国的，这两个国家讲搁来出吐鲁多，啊咱台湾嘛做侪吐鲁多咧唱，甲即阵嘛还搁做侪啊，对毋对？伊就是莫去抄别人，伊嘛抄着家己。音乐市场即摆就是愈来愈细，尤其是台语歌，啊这嘛是一个无奈。啊若真正要做音乐的，大家会选择啥？所以我甲你讲吼，你即摆看华语歌，除了中国人咧做以外，即摆台湾人嘛无要做，做了你也做袂赢人啊。因为市场里底上大伫遐嘛，啊，所以因当地做着，人哪就爱买你台湾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台语的就伫家伫台湾，啊无就东南亚，要做唱片即个，吼，要做甲伊有价值性，版权有伊个价值性时阵。其实唔是讲音乐好尔，你要有想足侪方式去突破，你要去突破，无法度汉尼啊简单讲，个啥，你写迄歌就会红。你想讲咱即摆卖断互唱片公司嘛写济啊，红的嘛无几条。毋过我知影你针对无共的唱片公司，你著下足侪心情咧设计。爱是安啦，迄是为囡仔时代咱就开始咧听。其实我囡仔时代开始听唱片的时阵，我从来毋是干那咧注意讲这个唱的甲伊的歌词、甲伊的旋律尔。迄个吼唱片公司是倒一间，编曲是送，录音师是送，啊混音是啥物，啊啥物是 SP， 啥物是 OP， 我拢咧注意这，吼啊所以你讲除了啊你去做去舞厅咧放歌人接受音乐，伊得足做的嘛。虽然是拢舞曲，但是毛办歌，啊所以听。是听介济，但是即马可能，若讲有当时啊，人若咧讲啥物时阵，咱嘛是爱注意嘛。因为你要做流行歌，你就是爱注意即马人咧流行啥嘛。莫讲用你写语言，啊，就去互语言白掉，是袂当安尼啦。咱嘛毋敢讲，咱家己是一个艺术的创作者的，但是咱至少吼，咱会当像迄个啥，咱刻不啦有无？人要叫你刻啥，你嘛拜托去互人要滴的，你无家己用家己想的嘛袂使啊，对毋对？所以就是变做讲爱多元化去接受、去学习，啊嘛爱去写互无共款的人要滴安尼。啊，我看面吉兄咧对歌手也好，咧对编曲的老师也好，无讲因为讲我这条歌卖断互你，啊是讲我趁制作的工钱有限着凊彩。我看你拢安尼足讲究讲甲足有的。其实吼爱找着人啦，你了。伫个有当时啊，阮做制作就敢若工头共款啦，吼，你毋是敢若去配唱尔，咱得爱先去想讲，即条歌穿啥物衫会适合，啊，嘛爱甲迄个啥歌手先做一下沟通嘛，吼，啊，你啊时阵你得爱去找讲，你若要编迄个型时阵，倒一个编曲的老师，伊用的音色，
甲伊的风格较适合，较有法度去迄个啥，去驾驭啦吼，甲迄个整起来了会较水安尼无，爱去想这是有影啦。你就是照顾家己名声的人，嘛照顾家己产品的品质。阮好耍就是好耍这尔，无钱少着。你当然爱，其实我是真爱做制作，吼，创作是较好赚，但是制作是看来讲你家己的心血。嘛有当时毋是别人的歌，别人写的歌嘛，咱家己写的就足顶真的，别人就凊彩。无啊，伊写的歌若讲足特别的时，咱搁想讲会当搁替伊加分，对毋对？无你。歌手对你啊信任时阵，你袂当讲甲拢甲做你家己的就好啊。我若甲你讲，你就毋通搁甲别人讲。若听人讲我古水捧，着我笑笑假啊爽。我心内有做暗杂委屈，其实该受伤。我逐天为着素身变水，想甲开朗岛。莫食无力头戆戆，安怎体重有关系，一直超磅。一身衣嘴甲压咚咚，强要无开三两下，就来曝光。这个我的来我总加强，拢无较早开始改上中。若无选一条的路，消磨的只是健康。我劝你一句莫改动。水嘛爱健康，follow me yo，坚持每天做运动，one more two more，愈水愈健康，一冰一凉，shiny shiny灿烂的太阳，我有水无？我有水无？莫食无力头戆戆，安怎体重有关系，一直超磅。一身衣嘴甲压咚咚，强要无开三两下，就来曝光。这个我的，来我总加强，拢无较早开始改上中。若无选正确的路，消磨的只是健康。我劝你一句莫乱讲。爱水袂当冲动，实现难眠的愿望，爱参家己来约束。爱水嘛爱健康 ，follow me yo， 坚持每天做运动 ，one more two more， 愈水愈健康，一冰一凉，shiny shiny 灿烂的太阳，我有水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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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欢迎现主是伫台语乐团足拍拼、足认真嘛、足有发展的郭庭允。庭允，咱搁再见面，欢迎。老师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庭允。我有水无？今日爱好甲你讲。我有水无？就是要甲你学了，毋知会写这条。跟老师是安怎样熟悉？拢有共同的好朋友啊，然后因为老师人做好到顶，所以老师拢会接我和彭正去食宵夜。开讲，然后拢会讲一寡
写歌的代志啊，音乐的代志，所以之后因为迄时我去住伫北部，所以定定拢会和老师见面，所以有当时啊嘛去老师引导，老师会讲有一歌demo 啊，什么会当还唱看卖啊，所以我就开始接触和老师学写歌啊，做伙合作，那到即摆拢一直保持咧联络安尼。伊本来足够唱的啊，迄阵伫电台无写伊的歌的时阵，就知影即个人啊，但是迄阵我都也无合作嘛。其实敢若是因公司咧找制作人，啊，毋知是谁咧问我，迄阵我是先做大练的，啊了时阵伊听到我做大练的专辑了，啊才开始去因公司做制作，啊才开始有合作，系啊，啊才佫有做伪装嘛，啊做立嘛。郭宗佑啊，甲迄个张文琪啦，哎呀，咱第一届合作的歌应该是一条舞曲嘛，个。你讲写的歌吗？哎，对，迄阵恁迄阵敢若是，无规张拢制作哦。我的第2张专辑，迄阵咱还未合作写歌，你有帮我写《请你 Get Out》。哎呀，对了。迄张专辑就是鲁林大那一张，就是有入围金曲奖。迄张就做发展足成功啊。有老师的加持。后来主拍歌毋是我写的啦。啊，毋过因为就是有无共款的歌曲风格多变，所以就有金曲奖有听到讲无共款的声音安尼啦。啊，我有发觉讲你对明杰老师真信任的，你写的歌词嘛拜托伊，你家己的主打歌几落条拢会写。啊，因为我有讲老师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尤其是第一歌曲的部分，我老师讲，老师我希望这首歌会当呈现什么款的感觉，老师就会开始，比如讲伊就会找一寡范本啊，然后会先互我听，讲大概敢是想要安尼，所以其实合作久了，你就知影讲老师的方式是怎么样，然后因为老师哥是做好沟通的人，你就会感觉没有压力，然后像好朋友安尼合作。你也是拄到一个有压力的人，你就会感觉有啥物话就唔敢讲。毋过老师是完全就是伊做尊重，比如讲，虽然阮是歌手和老师的身份，毋过老师嘛是会尊重阮的想法。包括咧帮阮配唱的时阵，老师嘛会讲，你感觉敢有对，你有想要调整的无？对，老师拢互阮足大的空间。亲像像是有压力的人。哇！啊，无你回答。袂解较好是因为伊拢会讲八卦，我听啦。啊，所以伊甲你讲，你甲我讲，我袂甲人过去。我若甲你讲，你就唔通搁甲别人讲安尼。我有水无？水咯。对。你想迄我有水无迄吼？其实伊咧讲时，伊就甲我讲外场要唱的。哎对。过来带动气氛。哎，过来迄种我甲想的讲，迄阵都是疫情，伊咧开干饭店啊，吼。伊爱直播带货，啊！伊个家己变遮瘦的时阵，伊有咧卖一寡迄个伊本身确切使用过有效的，啊有咧推广嘛。啊，我无咱就用这个方向去讲，去变做伊的主打歌的对啊，伊家己的商店的主打歌安尼啦。啊，迄阵我就想讲，因阵我曲写好啊，但是我敢若压一个盖章，就是拄则伊讲的。我有卡，我能够甲别人讲啊，这个是我想的，然后跟后面的那一句，我有水无？好，我就说，找蔡香怡老师讲，即马就是这两个物件袂当改，啊，出来你去发挥，啊，但是我讲你吼，爱写伊即马有无？伊的迄个瘦身的那个状态，对吼，啊个，但是用听着爱个有正面安尼，啊，就才有这条歌。这首歌伫外口表演足好用的，因为。足好和人互动的，就是特别拢讲问讲，我有水无？因来讲有哦，安尼，系啊。点点发财有哦。对。我顶摆讲，毋是干那我有水无？这个歌拜托明杰老师甲你写呢，连要写好家己红晒的歌词，这嘛拜托你呢。啊，伊就无去嫌，系啊。啊，伊就讲，迄阵伊有讲，因人膨胀的声线吼，会当做上安尼啦，所以其实。下来这已经有一个方向啊，所以不会是很难。啊，你讲啊，搁好调整安怎讲？咱随写好，互伊听，听了就讲，伊即马即个关键的时阵，伊要搁较歹呢，咱随调互伊。啊，其实这较好谈，你敢毋知？伊若讲歹势找我，你忙歹势，伊定定找我，系啊。因为会当沟通，所以伫合作上就袂感觉讲卡的。那讲好清楚，我反而我讲好较清楚，老师要做嘛，知影讲。比较准确，伊知后一步要怎做。啊，我伫遐呢，拢唔敢讲，老师去调一步，伊就会敢讲啊，到底你要爱啥？你第二次发球，互我问这个问题，安尼像袂当沟通。
啊，你我认真问，认真应该问。是讲有的老师较严肃，我会惊，就是感觉歹势。啊，因为我们老师是已经像朋友安尼啊，熟识足久啊，拢还袂互伊制作专辑，还袂唱着老师写的歌的时阵，阮就已经熟识啊。这段拢甲跳过，我认真问，前关难过嘿，是写恁红婿的过程，是。恁两个中间有安那沟通，这条书才写出来。哦，其实一开始是伊想要家己写，伊想要学习创作，伊想要写一个伊家己的故事。毋过我看伊有读甲面3暝3日，我想讲伊到底是咧心情无好啥，因为伊想袂出来。啊，那伊知影伊的故事足精彩，毋过伊就是无法度家己完整的写出。即摆是因翁无来，伊咧嫌伊听倒摆的。毋是，伊家己。我会当做证。这是伊家己，伊嘛家己去电台拢有向人讲啊，所以后来伊就讲，哦，我真正需要就是你的帮忙。伊会讲，因为伊知影我的小可稍微还是会创作一下，伊会讲啊，无贵安尼啦，我甲我的故事分享互你，你帮我写好啊。伊哪会遮大胆？迄个故事我敢分伊就是，伊就真正甲我讲3点钟的伊的故事诶，伊较早含伊的之前初恋女友的一寡。生活啊，然后他们的一些过程，包括伊是安那互劈腿，伊拢甲我讲。讲煞了，我就唔知我雄雄做有感觉的，然后我就大概半点钟的时间，甲所有这首歌嘅词写出来。啊，你用偌久甲这条曲写出来？唔知袂记啊，但应该嘛真紧啊，因为我最近就收到老师的迄个。伊说应该嘛有小可咧赶吧，因为已经是人公司有收歌，可能是欠扩大无剩偌济啊嘛。若要紧看要换有现金无？你也较紧的后壁啦。无，因为他们老师。你就伊讲迄啦，伊讲迄个故事，我等下甲你讲啦。即马都爱讲啊。无影啦，其实因两个阿某是，拢对我拢足尊重啊嘛，拢会来问我，就像你讲的讲，就家己的家己的妹妹、家己的弟弟安尼啦。啊，咱到底那磁场对，啊，我的人嘛，你嘛知影讲。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有时候可是因为这样子，有些歌手可能也不是很喜欢我这样子。将来都袂弯弯翘翘，老师就是这种人。啊，未来的台语歌坛，明杰老师一定要搁甲咱发挥足侪作品。我嘛相信讲，你踏过、栽培过、支持过这的少年家，阮这下辈拢会安尼继续甲你相挺，袂讲反背啦。嘛无这个经验，有当时合作过。咱也是拢会保持一个啥良好的互动，有可能伊个都因缘都啊，迄个缘分都无，毋是因缘吼，缘分都甲迄个时阵啊，但是还袂长嘛，只是还无搁继续安尼尔。啊，咱就咱咧讲什物咱讲留一线嘛吼，人情留一线嘛，日后好小看，所以嘛无讲安那，你像讲有的歌手就可能较早真好，定定咧合作。啊，你也是因为往别条路发展，还是有搁找新的老师甲伊合作。其实讲真，我拢真祝福因这种方式啊讲。你嘛爱学啊，我嘛无可能永远拢甲做你一个歌手啊，对不对？我嘛是去甲别个歌手做嘛，啊，我嘛无可能讲永远就甲规个迄个编曲老师，我嘛是有当时去找新的编曲老师啊，对不对？你像讲咱若讲来到真正来即届这电视台录影录过，若有兴趣对不对？我说阿爸拢一直叫你发我来，我嘛是要学物件，是不是？所以咱吼因大家拢爱学习，啊大家咧，莫讲因为有迄个第一站的一寡迄种啥，无搁继续合作，还是讲理念无共，啊大家就会贴破面，是无即个代志嘛袂啦。水，安尼有影有水。明杰兄今日专工来，挺认真正捌看过。咱的来宾。咱特别邀请台语歌作词作曲家，踮咱心所爱镜头头前印一个，互阮表示幸福的手印。明杰兄，请。我会当一面膜。欢迎。哇！独家唯一的。这印了了，就像咧敷迄个啥，什么泥，火山泥。火山泥。啊，对吧？那个漆的那个啊，来。老师请坐，听你请坐，请坐。甲明杰兄遮久的老朋友，今日安尼开讲，真欢喜。啊，我真正甲明杰兄学着，第一是调德，第二是认真。我嘛期待讲，一定有新作品，一定有好作品，我听你继续发挥。多谢。不啦，最主要是爱有机会跟你合作啦。欢喜哦，讲就决定哦。有啦，只无因了，莫生气嘛。欢喜，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